家長們仲係靠觀察判斷仔女嘅優勢，過時啦喎，同老公嘈學繪畫定學街舞，結果報咗班，仔女唔開心，錢又白使咗。但 TQC 報告一出，90%家長嚇到 O 晒嘴，原來睇錯咗。呢個測評由採樣到出報告5分鐘搞掂，唔使填任何問卷，直接睇透佢個腦潛能。過程簡單到驚人，小朋友戴個輕輕鬆鬆嘅頭套，手指放喺個小探頭度，就好似玩遊戲咁，全程唔使抽血，唔使打針，通過歐規美規安全檢測。簡單講，比你買嘅嬰兒奶粉檢測仲嚴格，3歲小朋友戴住都笑晒口。最勁喺呢度，1.4億筆 AI 大數據撐腰，相當於有1.4億個小朋友做參考，1分鐘就將電信號變成報告。紅色係優勢，藍色要加油，唔似問卷咁主觀，數據話晒事。以前你逼咗唔定嘅仔女靜靜讀書，佢喊你鬧，其實佢運動協調區勁過同齡人，學跳街舞可能攞獎。你花幾萬蚊逼阿女學鋼琴，佢偷偷喊，原來佢語言記憶區超強，讀故事書過目不忘。呢啲都係因為冇睇透個腦嘅潛能。而家留言 TQC 前20位送免費體驗券，平時做一次要幾百蚊㗎，今晚12點就截止啦。